馬，小蝸牛學中文系列。這本書是屬於一匹馬、七匹馬、七匹馬在一起，兩匹馬在樹林裏，四匹馬在小河邊，小馬不見了。啊，原來它在草原上吃草。七匹馬又在一起了。帶着問題閱讀：一、故事裏一共有幾匹馬？二、故事中的馬分別去了哪三個地方？三、小馬最後在哪裏？四、你會給這個故事什麼新名字？